若桃园这个爸爸原来真艰苦，伊父亲节的时阵，带查囝出去佚佗，去住伫个宜兰一间真有名的亲子民宿。暗时洗身躯的时阵，这个下间的玻璃炭门突然间崩破去，害伊三个查囝拢受伤，流血流滴。讲这间民宿2个月已经发生2届玻璃炭门崩破，害人客受伤的事件。虽然业者出面来道歉，但是讲这个头家娘的态度无介好，一开始嘛无愿意停业来做安检，引发到网友的抵制，讲叫大家莫去大一间。查囡仔用面巾戴伫头壳，而且一直流血，倒伫病床，头骨骹手拢互包起来，互爸爸看甲真唔甘。安怎嘛想袂到，父亲节去宜兰住民宿，查囝煞规身躯拢是伤。我跟着小朋友进去浴室的时候，打开门，玻璃门爆掉。 因此后去住宜兰一间有名的亲子民宿，暗时11点，夜间啊大石分开玻璃门煞崩开，造成3个囡仔拢受伤，其中大查囝的伤势上严重，随靠119告民宿业者，想袂到后壁大门煞锁起来拍袂开，爸爸某查囝和消防员完全无办法。不过听到这句话，让这位爸爸更较生气。然后消防员就说：“怎么又是这一间？上个月不是才一起一样？”2个月发生2摆同款的事件。 后续的处理后，爸爸真不满。其实他第一时间要求我们11点要退房，就是我出事那个房间，他要继续营业收下一组客人，待会继续走行程啊，不然我们房费2万8就这样退了，我们就这样事情就这样子了，好吗？因为这个皮肉伤而已。方要求随停业进行安全性的检查，业者同时讲，人客行程已经摆好，无法度摆开，头家即马嘛搁一摆来会失嘞。组织的过程。 或者是言语上让你们觉得不高兴、不开心啊，因为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处理，因为还有工作人员啊，我老婆啦哈，哦，那这里我是觉得说这个不对，不对就是不对。那在这里我还是要对两方说对不起哈。民宿业者已经将房间内所有夜间的玻璃门弄成拆掉，改做地板来防骨，避免再发生意外。嘛讲家己一定会负起相关的责任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